公老师啊，有慈悲安尼甲咱讲啦吼，佛说心理实义嘛，上道该是未来佛，佛本成愿来杀。问问天道可知否？今夕何年何日算？咱到遮做一个一段的，大家参考啦吼。咱谢公老师是咱三泽普渡的大名师，也嘛咱的师尊。因为咱今仔日拢是师尊师母的弟子，所以因此，伊就甲咱讲，咱上道字拢是未来佛，咱未来的佛啊。啊，这未来佛的嘛，会当做两个解说。这就是讲，咱即摆是未会五味有无？释迦佛伫5月，啊，咱即摆伫白羊宴文伫未初，未的开始，初期开始，所以因此嘛是未会要成的佛，也嘛是未成的佛，安尼啦吼。因为咱若成佛，就无即个肉体啊，所以咱真拢是未成的佛，咱拢会成佛。咱若食有饭，国有杯，做有事，请问咱会成佛袂？会袂？较大声答应咧，无要紧啦，会袂？会啦，咱要有信心嘛。咱若袂成佛，咱得受到要用啦，对无？所以咱来肯定讲，咱一定会成佛。咱若要成佛，毋是讲想讲，我都无精神，人有叫来听，无叫就拄好，要有工课来做，无工课就拄好带出去佚佗，安尼毋对。咱爱想讲要如何，互咱的道亲会当明理，互咱的道亲会当对道的认识搁较重，搁会当呢带动伊来度化众生。这个真正是咱大家所要爱，因为诸菩萨拢是度众生成佛的。请问各位，观世菩萨有度众生无？有啊。因为伊有度众生，所以观世菩萨伊讲伊的愿望啦，众生度无尽，伊无要成佛；众生度无尽，伊无要成佛。所以因此呢，过去观世菩萨伊的佛像啦，为咧拜的佛像啦，有一百，我感觉讲迄百足有意义。有一只大鹏鸟，加一寡念珠，安尼啦吼。所以人个就讲安尼，讲即个用煞像无？即摆迄四句记咧啦吼，讲二鸟含珠观音拜，二鸟啦吼，伊只大鹏鸟含伊只珠观音拜，发上车将，发上车将莲花彩，发上车将莲花彩，搁啥？袂记一啦吼，足无讲啊啦吼。发上车将莲花彩，苦海相助度人修。苦海就是要做咱度人的即个船啊，所以咱若有伫即个苦海，咱要当度人。诸菩萨拢来伫苦海度人，像咱的老师，咱的老祖师，咱的即个师母。各位嘛是拢是来到这个苦海做人，咱来度人，所以因此希望讲咱各位同修，咱来知影讲
讲咱拢是本来就是佛是成愿，发愿来三无世界。安尼地头母娘遐发愿，安尼即摆来到遮出世，倒头栽，煞叫未记一啦。安尼啦还未记一好佳哉，咱阁有真贤甲咱度，有咱的同修甲咱鼓励，安尼大家会当去行去转来这个道门，大家搁再来同修，大家来同学，大家来打拼，来替上天担帮助道。咱是替天的啦，无咱来教导，咱来法度人度人，这是上天降道之因，才互咱有道人道人修。若无上天降道这个因，咱讲要来度人，要度啥？咱度有咱度伊，我度人脱离生死门，咱无法度。所以因此呢，咱来知影这个佛本成愿来三无，茫茫险路可抵防，今生何年何日算？咱师尊问咱讲，咱各位贤道，咱敢知影？咱敢知影？今仔日已经唔知影，我嘛讲互咱知影啦今生何年何日算？即摆是什么年啦？什么月啦？咱人生一冬过一冬，就紧。互学以前拿求道，互学13岁求道，16岁清考。即摆过你知影无？敢要知？86、87，互学只87岁啦。较早人拢叫我囡仔，咱大家人拢叫我少年的。较早咱大家人啦，拢叫我少年的啦。即摆互我敢有少年？无啊，老啊，所以因此，今日各位咱来知影，人生的无常，咱唔通等，唔通希望，唔通等讲我定时等来安怎？已经倒落去困，我们知啊，要爬起来，要唔爬起来，咱唔知。所以把握现在啦所以甲你讲，今生何年何日算？凡是用心明理亲，凡是咱用心的名甲利。因为有当时咱修学道，虽然无利啦，也毋有名，话嘛爱争名呢我即摆做前人啦，我即摆做副前人啦，我即摆做老的，我就要搁想我要来搁后日仔做较大咧，做大的担当。咱这间厝悬无？悬无？有这条悬无？这头重无？重足重呢？迄时即阵，伫地动我走出来看看，咱会搞到落来无呢？好佳哉！咱这间县企业作用。互我去东山啦东山，咱大家大家日遐，迄拄过年互我叫问我去甲送礼啦行春送礼啦。我去到地互我入去到佛堂，到迄个下面，迄土拢劈哩，一壁迄太阳拢落落，也拢安尼封起来。即摆去到内底佛堂要参加，顶到迄个棒跳落来，底伫下倒，一寡有讲话，一寡哪话拢倒了，讲歹了。顶倒跳落来，底伫下倒，听有无？咱下无顶迄个做顶倒，即个下乡路叫下倒。这顶倒跳来，底伫下倒哩，送去灵的所以人生真正想看的真正无常。所以今仔日咱嘛爱知影，天道普渡这个因缘，就是要度咱大家当脱离生死苦海，也无干那迄阵真正在地甲会惊
咱大家各位同修这人，地堂会惊未？会哦。我有人惊到困袂去。哦，安尼呢哦。啊，所以因此呢，咱要知影，天若要变啊，念呢啊尔。所以吼，咱今日凡是用伫这个名字，咱虽然有人时也无字啦，毋过爱姓名，安尼嘛毋好。顺其自然，你有够迄个德性，哦，自然人就会听你的话，啊，自然人就会幸福你。啊，你若无迄个德性，你讲叫伊就来听你的，用钱请伊咯，敢是安尼吼？所以因此，咱来知影，毋通伫即个名字的内底，带遮个清楚，好遮个理论是为了以后意义，带遮计较，迄个做哪？迄个做北东无看，哦，安尼啦吼，啊是为足济。不明本身原力好，咱唔知影讲咱本身原力足够呢，足够呢，咱拢是伫即个叫做有求理天，伫遐成员要来即个培养应运，要来帮助咱老祖师，帮助咱社工老师，帮助咱观世菩萨，要来帮助到的呢。咱伫遐拢发这个原来呢，安尼是歹，甲歹不是？有人时也袂记啦吼。咱今日得到了10条台湾呢，哦，咱爱会晓想呢，咱今日有入愿来到这个人世间，会当来得到来参与，帮助到这个行列，真非常殊胜呢。啊，有人时会想讲，敢有影？啊，无太众生这是无啥人要入来啊，要入来迄特别的根基深厚呢，毋入来迄是伊的因缘还袂够，要人时伊无地位。啊，咱今日在座会当入来而且济，咱即摆拢是已经大地位，甲咱开地位，啊，咱地位有开，啊，所以咱今日大家都有迄个。知影讲，道的殊胜甲宝贵，甘愿放弃世间一切凡人的享受，要投入这个道场，敢是吼？各位同修，敢是安尼？啊，无咱就要食菜啊？请问，咸鸡啊较好食，鱼啊嘛较好食？啊？也素食的，咸鸡啊嘛你较好食，哦，大家信心有够啦吼。对啊。啊，像较早迄阵啊，无人食，啊，配咸鸡啊尔呢，配豆乳尔呢。哦，早期啦，和合民国16迄个13年33年，和合民国33年求道，啊36年迁口，36年迁口。迄时啊无哪人食呢，咸鸡啊豆乳有啦，但是豆乳嘛是啥吼，着搁甲买呢，迄较早一个大家吼，大家这个拢菜市啊拢使豆乳甲迄落做豆干来中央咧卖，吼，迄恁毋捌啊啦，所以吼，迄个时阵足无人食呢。但是为什么你要食菜？因为咱拢有各人的因缘，所以因此希望咱大家各位同修有这个因缘，咱好珍惜，好把握。所以吼，咱来知影讲，咱的愿力足够，好好多多无白做。啊，咱今日来到人世间，尤其咱今日大家各位同修拢踏入佛门啦。咱今日敢是踏入佛门，咱这间叫做哪？佛堂嘛吼，对无？啊，咱有入这个佛门无？有嘛？啊，
咧出嚟咧佛堂嘛叫做佛堂法师，所以咱拢踏入佛门要来修道啦。若安尼，咱就爱有真正修道的心，唔通无修道的心安尼啊。所以咱要成道，唔成道有一遍啦有，互我去台北有台北的道，即个问互我啦，讲周经理啊，迄阵互我周经理啦周经理你这道会成道吗？讲你若照咱经典甲老祖师甲师尊师父讲的话去做，保证你成道。你若无照经典，无照师尊师父讲、老祖师讲的话去做，我唔敢甲你保证。要成道唔成道，唔是用咱讲的咧爱真正去做。所以因此呢，要安怎改变咱家己？所以咱今日得到大家有这个因缘，互我时间到了现在是8点40，到西藏的到西藏，而且拿3号年了去5分钟了所以咱人好多都学袂做，满心体天上较帅，满心体天，迄拢学袂讲，较帅就是学袂讲的啦。所以咱今日修学道，就是爱诚信。咱讲较歹听人无敢言无过，咱人唔敢讲无过失，离过能改，后壁有呢？善莫大焉。善莫大焉嘛离过会改，会当改，善莫大焉。咱今日各位同修，当然伫这个人世间要修啊，讲亲像即摆佛菩萨遐日啊高的境界，咱也袂到，但是呢，咱会慢慢啊改，慢慢啊改，所以咱嘛是真正会当达到超生死法轮回。所以因为咱嘛会当互来看啦像咱比如讲啦咱大前人啦咱大家拢捌啦咱二修大仙大前人，伊嘛是食老较得道的呢，食老较得道的，但是伊用得道门仔才开始食素食。安尼你甲想，本来一日3包粉，2罐麦仔酒，加1罐迄个米酒，讲拢爱食安尼尔一日3包粉，2罐麦仔酒，1罐迄个迄个做米酒，伊安尼，但是人伊得到了后改掉，今日成就二修大仙。咱甲想，真正会当互咱看到成道成就的，咱今日讲无讲效法的心，咱爱有效法的心咧，照安尼来做，伊安尼做会成，咱照安尼做会成。所以希望咱大家爱有信心，所以爱度化众生，把道修好，把心修好，这足重要啦所以有人满心体天上较帅，黑白讲，黑白讲啦，较帅就是讲黑白讲，不离轮回心必道，无唔惊讲，咱在这生死轮回，迄生死轮回伫咱的身躯边，咱永远无法度能离开。有缘因报大道场，物以之义。不入我，咱今日有缘，有因报道咱来求道，这种因足幸运，嘛真正咱的福报，安尼啦所以有这个因缘，咱求着大道，唔通以之义，唔通当作囡仔拜鸡公花啦，囡仔拜鸡公花听有无？咱做囡仔有咧拜鸡公花无？用后片皮啦，用脑血啦，耍干仔子啦，耍手塔仔挂啦，撇迄个红仔飘啦，唔通甲当做迄是义气，所以因此呢，无要紧，这
人我有两个意义啦。我内底，我上这个的我叫做假我啦吼。也我的内底有一个恁无看的迄个，但是咧真正的我啦，哦对无？所以话较早啦吼，较早阮老爸拢讲啦吼，嘛世俗话啦，讲查某的假翁啦，啊拢讲一句话啦，讲甲棍啊困破三领手，掠棍的心掠袂着。即句恁听有无？讲我嫁即个翁，就会困破三领手啦。三领手上少爱20担啦，上少就手啊破的嘛吼，迄个咸草手啊破的。甲棍啊困破三领手啊，掠棍掠你的翁的心掠袂着啦。伊看着水做迄人一堆人去啊啦，哦对无？哪有影要叫你四种主义，哪有要叫你安怎样？所以因此呢，咱的人生，咱来知影，爱毋通讲把这个大道当作义气，所完成迄个情哦。借讲唯道三界走，专心全意救缘分，是今越好劫难得。生离死别常常有，生离死别常常有啦。今日一日毋知要死偌济人，毋知啦。亲像即摆美国啦，还是讲其他什么国家啦，迄大势，落去势一暝落，我若讲像美国，或者日本啦，讲一暝落3公尺的迄个势啦。你看安尼有大无？3公尺呢？叫厝边悬安尼。你甲想，有当时咱要出去嘛，有法度，要用啦，有法度即摆会上天降足者会知影。既然不请，真道做。为什么咱无请赶紧把这个真道来实际、脚踏实地来做出来。既然还在困三宝，为什么咱要搁住这个三宝世界？困到这生死轮回呢？因为人生生来是快乐的，还艰苦的。快乐艰苦的。艰苦的呢。所以囡仔出世第一声是哭的爱笑。哭的。所以互我拢先爱想啦吼。若话讲好，咱若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欢喜讲，我加一个孙仔我就欢喜哦。其实迄个囡仔伊毋是欢喜呢，伊用哭的来呢，哭的呢，咱嘛是哭的来呢，咱怎啊要等下不要哭啊？别人甲咱哭着回去，对无？所以人生伫这人世间，毋通在遮沉沦，毋通在遮看袂开，所以希望讲咱逐个各位同修前年大德，毋通搁困在这个三宝啦，咱今会当得到这个殊胜的大道。会当真正互咱解脱生死轮回，所以咱大家拢有看的。咱的单亲人，伊即摆是要先以修咱的好老亲人，咱捌看无？毋捌看的举手，好老亲人。原来真是毋捌看的啦有法度可惜较早要看到咱好老亲人，较困难啦伊成就完成地运的。因为做甲地运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你甲想，人伊嘛是一世人得到，伊也搁中年出家呢，毋是像咱话拢是几岁啊得到5、6岁、3、4岁就得到，10外岁就清口的，毋是呢，成就完成地运，你甲想，所以希望咱大家爱有信心，好好把今生今世把道修好，把道办好，修道修心足重要嘛。咱有人这个心要想要做歹，要来害人，要来甲人计较，要来安怎样？要来争取名、争取利，迄拢无路用。
所以迄个心就是咱今日得道，就是要爱一个单纯的心。亲像是囡仔若出世，无主无依，无知无欲，囡仔敢有爱啥？你即地甲讲，小好孩子，即个金仔你莫拍赢啊！迄个囡仔通徛偌久？伊肯定甲你拍赢。因为伊就毋知影迄是宝贵的物件，所以伊就是无知无欲，伊毋知，嘛无欲。若像真，我摕一块金一角互你，你会地里买？会咯，对无？即地几若亿、几若万、几若偌济钱，你才会卖地咧？一定足保守的咯。所以也希望讲咱各位同修这个大德，好好大家珍惜今日这个姻缘，互今日安尼大家见面，互我嘛感觉讲会当看着咱大家健康平安，会当大家搁来见面，即嘛足难得的这个姻缘啦所以嘛希望咱大家好好把握咱今生今世有这个大道，人得有这个大道人修，会当互咱兴光了愿，咱大家好好打拼，共同努力，会当替天办道，替天做工课，后日上天会发工资互咱啦安尼啦上天的工资是啥物？福报、福报，所以嘛希望讲咱大家各位同修好好打拼，祝咱大家这个新年大家健康平安，如风电，谢谢。感谢前人慈悲，前道之功，分道之功。